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街》，我是刘碧珍。今天现场有请到张明玉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张老师，还没老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明玉。今天有请张老师来哈，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听张老师讲过你嘅家族嘅故事，本来是咯。挺感动，像因为人家台湾社会开始有在谈所谓的转型正义，不过听到人哋转型正义啊，实在是到底係乜嘅意義在地位？我哋講你嘅家族有錢人，確實就會在拍攝恐怖嘅時代有看殺到一些案件哈，像一大部分就加油張老師自家本身親身嘅經歷，來幫大家來看一下一個過程，呢些過程。以後呢，大家再看來想轉型正義做的樣板做。像喺咩先對明玉老師你嘅家族經驗來講起啦，哈，在民國應該係1949年嘅時間，人爸爸嗰兩時以後生哦，唔過就忽然間本人作起嘅，跟你喺咩做了，睇下略略講一下呢個事情嘅經過。當然係對你嘅是挺細啦，哈，也係對太人呢片堂來嘅，唔過都係咪向你老觀眾朋友分享一下？我自家係1949年1月中出世的啦，我爸爸的1949年的8月初3是本人做起的，加上6、7年，6、7年睇歐亞天，細完全唔知呢件事情啦，應該當台以後，至少我出台後畢業以前，因為台灣有2件事情係。等於是近期做唔得講啊，一則係228，一則是係白色恐怖。我嘅親戚弟輩也有228嘅受害者，也有白恐嘅受害者啦。所以我所啲嘅冇熟識嘅冇算，我啲嘅我有見過面嘅親戚。除了我爸爸，另外還有2個係白恐嘅受害者，一個係我嘅阿 Q， 我叔伯阿 Q， 我媽媽嘅叔伯老太，一個係我媽姑嘅家幹，是我姑創嘅爸爸，一個是我爸爸。呢個事情我哋細細唔是談太嚴講啦。講起來就講美玉老師，我想可能哈，就講在幾個時代，你嘅家族，你睇講了就親人，實際上太體都會。小可都有受過一天嘅教育嘅長途啦，哈，就講較容易，就講在幾個年代，挺容易就有啲一些細嘅事情，你嘛個牽連來牽連去朋友之間，可能就變到嚟樣。我啲講人爸爸本人做起嘅事，佢幾兩時都鐵路局上班係嘛？屏東火車頭嘅副站長啊，屏東火車頭有一個站長，有3個副站長，我爸爸係其中之一。我爸爸家下做副站長。我哋本來我爸爸，我哋所有人大家種下，我頭擺我客酒啦，後來你也改做南主，我哋大家種下，離downtown離街路有行路8點鐘，我哋洗種頭，嗰洗種頭我哋按台埔種有20戶嘅新竹。新竹日本時代辦下伊耕種嘅客家種我哋嘅幾隻鄉係福羅種，是間20戶好多行業我哋本來大家都因為1949年開始國民黨嘅軍隊撤退咧所以鐵路局上頭嘅站長是讓我爸爸講，你要夾熟習唔好空電，係檢查本嘅國民黨嘅邊呢，也係嗰種難民佔去。人擺書咁轉去，回唔切，你嗌就會來麻煩啦嗬。我婆本來幫我媽媽吐死我，聽嚟我爸爸去火車頭帶熟習，是因為個站長交代講，佢係萬一本嘅邊呢就係難免佔去個鐵路區嘅熟習，人擺書咁轉去要負責，因為啱講，所以我婆人幫我媽媽帶點3個死我嗌。當過還有2個阿姐，一個阿姐係1944年出世，一個係1946年出世。事情發生嘅時陣，新嘅大姐還滿5歲，二姐滿就3歲，我讓歐亞子天天，是辦起熟習跑冇幾多張年，是我爸爸是出事情。後來你都事後去講過，好像辦起熟習呢件事情，係咪多多少少有一些
甜点还能用班有那个关系。哇，是因为熟悉陪伴爱爸爸，爱在某时代，站桩讲兵荒马乱的，按到个撤退的军人，按到兵呢，按到难民，内位有空，无过去电视去食嘛，是因为爱破本。因为俺妈妈是为这个心口，佢爱做所有的不下上世。俺妈妈是冇大不下上世冇人做啊，所以爱婆讲去做唔得去，向俺爸爸通劝啦，就是俺爸爸通情。哎，哎呀，讲起俺爸爸等于係在上班嘅時間，敷衍見本人帶走。啊，帶走之後，你冇看人隨天天做地嗎？還能用嗎？火車頭嘅人夾是走去宿舍，向俺媽媽講，俺爸爸本人捉走嘅，本警察捉走，唔啲嘛嘅事情，唔啲嘛嘅原因。俺媽媽就對聯繫啊，對聯繫冇法度啊。啊，後來又同啲講，嗰兩時又同啲講，哦，那個人不給做起那位。有啲都就講一般人想象中正常嘅場戲，有乜嘅催眠當我狀元嘛，要判刑確定嚟當做嚟管嘛，至少要同啲家屬，也係你講要同啲律師嘛，係嘛？唔過嗰兩時拍攝恐怖時代，係想啲都全部冇，全部冇，完全冇，俺媽媽係重傷跌落啊，去親啊嚇。佢用佢錢嚟急救，讓爸爸。鍾玉蘭先生嘛，嗬。係鍾玉蘭先生，我爸爸鍾玉蘭，嗬，佢係叫師輩嘅，嗬。因為我喺台北講叫我聲音，全部打上聽，嗬，所以是講按則寫埋名，就唔會半音老往捉起，所以我媽媽是我喺台樓佢欠了則寫埋名，鍾玉蘭。玉蘭係。因為嗬，兩個爸爸嘅事情老實講嗬，係戒嚴以後嗬，我媽媽既然咁講，但係戒嚴係1987年，我哋嚟所有嘅姊妹全部，我哋嚟姊妹全部嚟台北讀書做條路結婚供職，是我大姐韓流的男僕，佢後早結婚，所以其實我大姐。比我哋好唔了解，因為佢冇同我媽媽講。我媽媽係因為得症嘅，佢慢性腎臟炎，嗬，佢得症嘅，我嚟台北看醫生，佢看了醫生，佢下巴會大兩日啦，3日每天，我要佢落妹，佢下住頭下要喊，係是陪我媽媽打嘴鼓，我嗰隻落妹是為呢喏，見你個門東門西，門東嘛嘅，我媽媽是 M 嘛嘅，佢其實。唔係有前有內統，很有系統的講我爸爸嘅事情啊，我老妹問東問西問到，其實會嘛嘅，所以兩張老妹睇死啊，老妹佢啲同我媽媽講好多。意思講出過去誒一個係咪有經驗啦，有民主冇按開放嘅時代，一條話題中的談，也。就算係人冇卡親身嘅事情，你本人也係經過40年過後，阿妹才開始來講嘛，嗬。咁樣阿妹佢回想，人家媽媽回想過去嗰段時間，你講阿爸本人早起唔知關到哪，關咧好像有200人嘅，係嘛？254年。係啊，佢啊將近1年嘅時間，你佢就後生嘅阿妹，帶定愛用3個聲音咧，佢嗰樣時佢回憶起來，佢嗰樣時。許多嘅想法還有幾個樣是對亞當福音嘅感想，你都正談到係太啲樣板型嘅故事。我媽媽嗬，佢外家嗬係關係禮物嗬，雙口女嗬禮物啊，佢有阿姐嗬自創的台北，因為從我自家阿 Q，佢台北日本書台係台北師範畢業嘅嗬。在日本師台嘅算是高等教育啦，嗬！日本師台佢特別師範畢業是轉去故鄉教書嘛，所以我媽媽外家嗬，人要發圖帶我媽媽講我係親門路來講，為咗叫我爸爸，所以我家下我係學亞字，我是同我媽要談到我媽媽講嘅巴定我嗬，可能佢要喊人表下來幫我訓練，所以我時時要就是我爸爸發生呢一件事情時，我媽媽講係來台北親門路嘅時候，其實巴定我要加班，我媽媽昂先險搬火車床度，哎呦，很辛苦。對，那就說佢要上到人會表下來訓練啊，就是。
所以我哋嚟姊妹啲輩，我細細。我含唔會太可能就來關係。如果在一個慎重的過程中，拄好不卡拄落呢件事情，阿妹情感的先受理，故說他冇注意到講要買天使來照顧要歐亞的老味。哎，用講起來，美玉老師，你去甲本是個輸到前年迄啲歐亞的時代就開始咧。對啊，係啊，我相信地圖哈有非常多，如果我相信。今邊向美玉老師來談呢件事情，一方面我也非常感謝美玉老師，有心態嘅勇氣，當作去面對家族地圖安泰嘅一個傷口啦，哈。不過對人家追求轉型正義，也確實係社會需要共同來面對嘅課題。故說呢，第一趟非常感謝美玉老師，老人大家分享一個家族嘅故事哦，有一個勇氣，然之後共同來面對歷史嘅課題。啊，啲後輩還有乜嘅？一個過程，要咪去追求講阿爸嘅名譽的恢復吼，啊，想等下在下一段節目繼續來談嘿。歡迎轉到真相通話嘅節目，今邊有請到美玉老師大家分享亞布卡杜講起來算下傷痛嘅一個經驗啦，吼，拍攝恐怖時代在1949年嘅時間，讓爸爸本人做起，我看計算了一下，佢本人做起嘅時間，滿有30歲，計量是讓布卡杜家庭狀況就講，兩個阿弟就4歲3歲，你去家下咧學牙嘅，跟讓媽媽作為一個愛後生嘅阿妹，又要顧布卡，我相信佢在一個過程中吼，遇到挺多嘅事情，也遇到嘅挑戰。然後就講，過去那種時代，一談到講，看晒都乜個飛碟呀的事情吼，大家聽到會挺驚嘛吼。你看，人爸爸對一個非常工作非常穩定的鐵路橋嘅副站長都一日之間等於講風雲生變。人媽媽係要幫伊行過呢段路。我老妹吼，同我媽媽講啊，吼，講我爸爸本人出去，幾年都停2-3年停，鐵路橋是來我不卡對，老個我因為公告人家的薪水都是1號、2號是發，月初來發，月初是來領薪水嘛，發薪水，我爸爸係3號本人出去的嘛，8月3號，過冇2日都是來拖轉嗰種誒，我爸爸嘅8月份嚟係月結是本人拖轉去的，加上我媽媽哋個。這個床來床去，些個不下苦。其實我講係天龍，基本啲新竹半島屏東係因為冇天冇山冇乜嘅好講，所以師兄弟唐講屏東有天頭家有土地，冇人講是大家窮下去講嘛，所以我講係天龍嘛，電腦做天的。所以我其實係冇錢吼，個錢水是靠我爸爸嘅分薪水。你也冇薪水咧，你要去簽人，要簽門路，要叫我爸爸。所以家下講，家下1949年2戰結束，我去叫台灣本來，尤其228之後，個經濟都唔好。我同我老妹講，媽媽老佢講嘛，講寬電一台嘅，我下叫係街上嘅街欄，地位變。反正形容俾佢牽來嘅風暴唔知啦，吼，我老妹講媽媽冇講清楚，吼，只講個後背變個風暴，也是去I.G. 在台北嘛，吼，所以是基於個啲國民黨地位做幹嚟嘅從伊講係，你下來講是係半山啦，所以你客家鄉親日本時代嘅是做中國係，要計條路去簽機啦，吼，我問我老妹講，媽媽要講佢係乜嘅名，我叫我媽媽按當年嘅媽媽就唔記得咧，佢係家婆是內家嘅片嚟親戚的門路嘛，吼，所以講該張人老我媽媽講，佢講伢老公係真係要牽涉到肺貼吼，新鮮人難救啦，佢講絕對係死路一條啦，吼，假使佢係冇做乜嘅事情嚟發吼，有可能。留條命轉去啦，吼！你行馬沙人來講佢係有法度讓你救佢啊，個絕對係騙人啦，吼！你轉去絕對唔好信，吼，唔好俾佢騙去，吼！個絕對係騙人係流啦，吼！所以
俺媽媽講，嗰陣你冇佢講你啲下當困難嘅時間，我做唔得數你啦，風暴數你嘅來你款轉去，你唔是這個為了件事情來就去奔波了啦哈，因為馬上你就救佢唔到，你嘅聲音很細，那三個細哦，你好轉去好啊，讓人聲音吐態，好入見。哦，哎呀，講起來佢一好醫啦嗬，佢後來人冇講。真係要讀到來騙嘅嘛？有，我媽媽轉去嘅時候講，我講是講有人來騙，來講，佢有法度去救我爸爸，我爸爸。啊，所以我講我哋冇閒苦啊，冇錢啊，所有嘅學嘅雞啦，嘛嘅全部搬去捉這位，都那個養的雞都被抓走了，好像你不管他說你不管你冇下有幾多錢，價咁全部牽出來搬去啦。啊，到底本佢騙到幾多唔知啦。也就講落井下石嘅人啦，嗬，確實就按樣型嘅。啊，唔過好像也有得到依度嘅幫助嘛，嗬。像聽話講，啲嘅人啊，以後醫，然後人講，老人媽媽講事實嘅真相，唔是浪費時間，浪費嗰種係。然後呢，我哋講係兄弟，其實所有其他親戚都很苦啦。老實講，佢要幫助你也難啦，啊，事實上大家人也驚啦，嗬。老飛碟按咗欠10多啊，大家人心然，因為驚你欠連到幾嘛，啊，所以你按困難嘅時間，嗬，我係一個遠方嘅，我很屬公嘅，是我哋內推組嗬，有3台房嘅其中一房嘅，到我係第6台，到我爸爸第5台，我講係第4台嘛。啊，其實等於是內推組台生第1代分出嚟嘅該跨，因為佢也係咱不講做，啊，所以該有隻屬公，我哋係屬公嘅。啊，佢定係定一定困難那些哈，還有加500個元哈，把你一排55萬哈，可能不止，因為以那個時候的幣值來說，佢那500個元幫我媽媽，你有錢2萬，係冇錢你50萬冇入見，是該叫屬公。所以我老妹有個老妹講，可能係因為我係年輕哈，我爸爸。過先前幾十年嗬，然後繼續叔公係來哦，嘅感情當好，繼續叔公係來就係來做生意嗬，聊台錢全部本銀行貸款被扣押，所以當困難嗬，是我爸爸老給提數，那可能是就是報恩，嘅頭擺嘅家爸爸是我很叔公啊，離下家來就困難，我爸爸。我媽媽特別咪就讓我哋講，嘅天叔公天叔婆恩安好嗬，我們受人點滴嗬，先因係萬因對，我哋有機會去到佢報恩。係哦，一講起來也易感人嗬。美玉老師，你講到人媽媽嗬，我相信佢幾隻時代啊，就講開始呀幾隻屋卡啊，這個生意呢，然後又愛去為到救先生，一直奔走嗬，以前各種嘅門路，我相信人媽媽一天有相當嘅吃費，係你講有相當嘅一樣萬嘅見識，好像有發到無嘅，有啲嘅書海仔可能就讀到咧，就當伊叫啊，以類洗面啊，也無咁無曬。不過談起人媽媽係有發到去行通嘅人，你最老太講一下人媽媽，其實係一個樣板型嘅運氣。我媽媽哦，佢因為家屋下係關係，關係嘅貓部係嘅也算地主家庭哦，佢有講佢細細嗬，見過年啊年節嗬，就有個佃農，會送雞送乜雞來，所以佢細細老實講，佢物質生活比我哋好加多嚇，有錢人嚇，算有錢人，因為佢講佢細時有食過3葉牌嘅葡萄乾，我哋連葡萄都唔識看過，不要說葡萄乾。係啊，係，所以要本佢偷到要本佢讀書嚇，所以佢算識字啊嚇，佢會看報紙。佢雖然同一本書，但係佢會看報紙。前當年同一本書，冇買會看報紙嚇，看嘅韓文嘛、中文嘛，佢會看報紙，會從嗰時我寫佢也會拿個兒童讀嘅故事書嚇，來天天都讀本成堂。我冇喺韓國。
阿婆讀阿慢，我自家讀下人。因為我媽媽佢讀一本書，佢頭擺教本我爸是南埔完全是講福佬嘅所在，佢就記福佬話就唔曉得講，佢啲妹就學會福佬話咧嚇。啊，定喺啲讀書以後講華語，佢也要學到華語，所以佢會講國語。雖然講了唔係真好，但係讓佢溝通冇問題啊，係。我媽媽我細細些總係啲，我啲大家庭三台然後我講寒假嗬，我普強強10屆。哦，你爸爸有設計小提琴嗎？佢有我普從頭讓我媽媽講啊，我同我媽媽講啊，我普有8屆來，強8屆來是學3屆，啊2屆係，所以對，所以都是夭折了，就說8個佢是學3兄弟，我爸爸是3兄弟，所以我普從嚟講，念老王本比我好多。念老王本5屆，佢人本3屆啊！所以我爸爸老家大弟弟差8歲，老家小弟弟我慢說差18歲。所以變我講，爸爸作為最大嘅叫夫妻家庭嘛，故所以想出嘅兩時已經做工作問題做到複雜，但嘅負擔重嘅來嘅，哎呦，敷衍嘅幫你做起啊，相信人阿婆情況頭也挺受理啦吼。啊，好對人媽媽都講有受過高等嘅教育，佢講要用辦去面對。不過聽到那些嗰種艱苦，我相信係挺難形容啦吼。啊，後來去用辦啲講，到底人爸爸不會管到那邊去用辦啲嘅。老實講，冇買清楚，呢一部分我未摸清楚。我羅梅讓我媽媽哋嘅對談那些，他猜測啦，佢配嗬，可能要搬做去呢下獅子林。哦，台北西門町嘅嗰邊，啊，也要搬緊做去呢下嘅飯店，來飯店嘅那地方，因為我爸爸弄搬緊用布台個 camp 頭啦，所以移來移去，佢始終佢唔知佢到底關到哪位，還是叫難有，老佢講啊。哦，佢後來佢係用把佢廠房轉落不卡，佢幫佢做去叫。頭尾關係82年、88年，有254年啦，就是天年嚟4月13號。漲來，哦，冇審判冇乜嘅。啊，要冇事先同啲講，我哋要轉來，就敷衍佢轉來。係，所以我媽媽講，看到我爸爸轉來恢復下癮，唔相信話都看到鬼啊！出鏡嚇，出鏡係，因為太假已經瘦得不成人形哈，韓國滿臉的胡子係，啊我家下我媽媽講，我讀人學行為行，哎呀，佢成長蠻有1歲嘛哈，1歲多一點，因為他4月10幾號放回來，我是1月10幾號，所以我差不多15個月大，當你嘅學行嗰些，講看到我爸爸話到看到鬼一個嚇一下出鏡一下哦，喂大叫，我哭的。所以我到50幾歲，我媽媽講，因為我按到姊妹是我去頂驚我爸爸。那我細先我唔知我用話驚我爸爸驚入骨。我53歲嗰年，我媽媽人講起呢件事情，我人哋佢講從第一擺看到我爸爸嚇驚以後，講我爸爸啲目睹，我絕對唔敢入屋。哦，你都驚佢。我係啲目睹看到我爸爸啲外婆落來，我第一個反射動作是往外衝。哇！我不敢跟我爸爸同在一個空間裡面。美玉老師，你講到呢邊哦，我看到講拍攝恐怖對人身份嘅影響，確實佢非常沉溺，然後非常的那個細微，然後因為影響暗沉，看你一個醫生眼之後，當有一種。讓啲嘅都帶去用把嘅一種狀況接下來嘅，我相信呢後邊還有非常沉嘅故事，聽到嘅感情，人在海灘節目當請美玉老師老大家分享。歡迎轉到人像托馬嘅節目，今日線上有請到美玉老師哈，美玉老師你睇
大家分享咧，就讲爸爸在网友30岁嘅时间，忽然间唔知乜嘅原因就不愿做起，然后也冇审判，乜嘅都冇，也冇同地方抗人，到那位也冇任何法律方面、律师各方面协助，乜嘅都冇。啊，关了200人、800人之后，忽然间有一年就转来咧。就转来嘅是你还呢生意呢，让一些人嘛哈，看到一个很陌生又爱用满面都洗嘅，满脸胡萝又晒胡子的，就不给吓到咧，然后你等于讲，作为一个苏南在家乡，你老讲爸爸嘅第一个印象就会一个可怕的陌生人。人家给对你的伤害老影响当然是非常非常大啦哈。我想也当然是一个小的家庭故事，不过也反映到讲，怎么爱追求一个转型正义，爱提讲到底这样事发生了乜个事情。我提讲美育老师后来你就去上网读书，人家表现挺好，对于示范太好了，毕业啊，都台湾开始建人开始来讨论相关议题的时间，人家已经有相当的年纪了，你要把人开始来为人爸爸。对过去两团冇公平嘅一个对待去牵制你都认为应该要有嘅公平。因为经验以后，然后个嘛个228赔偿条例啊嘛个，就嘛个戒严时期、不当审判、什么什么不当审判那个条例。对。啊，我有个同事哈，伊头摆老法务部长萧天赞哈，系教伊分享吗？强起的同学教伊做吼，伊非常优秀的，但是伊讲嘢些不能讲读嘅废书，废书，思想不正确的书。高2是不能做起，晚了10年。啊，伊家下嘅戒严时期不当审判条例一出来，其实去现场赔偿嘛哈。啊，其实因为基就了部分呢，我是讲我家下了嗰啲，因为我妈妈是家咁，我哋寒暑假转去，下班你讲到埋就係都講我那度國民黨嘅政治人物當糟糕貪污腐敗，我媽媽是為小口提到，我哋是了會有啲咧，嗬戒嚴之後嗬。就講了慢慢的提高無卡度，好像有發生過。我爸爸就按嘅事情，但是詳細嘅內容還是冇埋啲啦，嗬啊，所以。我是有老去讲，我爸爸就安尼，佢讲啊，该你整个要去现场赔偿啦。所以佢对个条例哈，都研究得很透彻嘛。啊，冇爱情况。那时候的条例很严苛，我爸爸没有判决书，乜嘅都冇，所以冇任何嘅證明做得去现场，所以佢冇法度出现场。所以他说，那你只有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去。申请冤狱就讲冤枉不应关。对，冤狱赔偿。所以我是老我爸爸讲了一件事情，家下我讲爸爸我有老人写了诉愿状哈，以申请冤狱赔偿，一直听我老我讲，我爸爸其实动5年去讲。翻译你唔想讲。讲其实吞吞吐吐的啦，或者是欲言又止啦，或是讲。讲唔得出啦，反倒是我妈妈讲好多哈，我讲从外部我有写哈，那时候就要去搜找，要签证件啊，证明讲本人关了250人日，然后发图信箱，给我爸爸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没任何资料，对，所以莫名其妙被抓。我去跟那时候的叫军法处的嘛个单位的法律局哈，要他开。我爸爸被羁押的证明，他只开了40天，40年是我爸爸表出来，往前数的40年，哦，3年唔知幾多號到4月13號，200人一邊都犧牲你，只有那40天的證明，他說任何的證據都沒有了，那我們只好以親間接證據。人證、物證、事證，就是對我爸爸跟我鐵路局的人事資料地位去簽，我爸爸就簽到。2屆頭擺嘅同事年紀出庭，留佢做人證的哈，啊又去簽留佢強責案呢，本人做起來另外一屆
台北铁路局的强起的通吼，家长因甲俺爸爸的心机去高兴的，基本爱比俺爸爸管喊卡球，喊卡球，而且局骨本因打到后来变白局，给有咩给客家乡亲，屏东家东来给客家乡亲，所以后来是信强就说最后是判到屏东体放法院判监嘛，该摆判决的时候，爱陪爱爸爸出庭，去个屏东地方法院，该爱提去摆去法院。几年呀？爸爸几多岁？爱爸爸甲下民国90年，90年，俺爸爸民国10年强啊，80岁。足岁80岁，虚岁80。今年已经52岁，我哋52岁，我哋记起，俺提去摆堂，俺爸爸。看到佢哋法庭上，我唔是看我爸爸叫，我爸爸，我供果信，我破果信，佢係长子，他都必须要把这个感情收敛起来，给莫叫，虽然很难过，可是那一次，法院开庭审理，要给你赔偿多少，对吧？那法官问公，他陈述，一陈述，那一次我爸爸真的是老泪纵横，而且既然讲出来讲佢。虽然佢后来出来以后哈，病了年lang哈，才可以回到铁路局复职，从最低阶做起。可是佢3分2是而去让警察局报道，那常常会被监视。我50岁，我提去摆堂跟我爸爸讲这件事，包括我在申请替他写诉愿状，他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所以转型正义按照讲起来，台湾美玉老师你讲去申请愿意赔偿，那的还是很表象的东西。对，给带下输给损害，还有给个损失，比方讲杨爸爸，给按有修他的年资，他已经是副站长，全部归零。对，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无法度赚到铁路票。唐乙讲下这球嘞，1年2张有法度转移，就是从最基层安永上来。所以你真的要论要给批偿给他的工作权，他以前的这些年资，他的精神损害，这你没给当国下牺牲你给冤狱。对啊，对，所以真的转型正义的工程啊，刚刚还有非常多大的人要去思考更细微的地方了哈。给安永梅老师，不过那个法官哈，他接受了我们的，就说从我爸爸被捕到他。被释放，这过程正好254天，对，他是照254天来赔偿，所以不是那个军法局给的40天，就是我们要申请冤狱赔偿，不可能那40天嘛，爸爸口是就不应关的220年，所以那等人去找间接的证据跟人证、物证、事证安尼来佐证。梅玉老师按用那几大工厂对你给他朋友提项讲，有要给做的神像，都你证明都发现按用判决出来。都在前后花了几多的时间？他有几年的时间？他有几年嘛吼？啊，给人起家做南北，按用紧。冇，我爸爸家已经退休了，我爸爸自家去走，去签个留人啊，然后自家去铁路局去退。他是民国71年退休的嘛，去找退休的老同事。对，啊，去签去台北的人事资料。佢等于迄个差不多80岁的老人家，去家在为去家过去啊，穿过哪去奔走。对，实在辛苦。80岁。你讲到佢系冤狱啊，阎王本人管，佢阎王都在下面，个阎王当然做系一张啊，有吹冇吹嘛，啊冇吹你怎么管啊？所以，我白白的被管一些，然后我的名誉受损，同时跟你用把你看爱，所以有关嘅名誉恢复嘅部分，后来你就会用把你开始来进行了那部分的工作。因为我后来有个太太国发所的所长，后来做了社科院的院长，太太邱荣举教授啊，他就走一张案呢啊，就是白色恐怖中的客家人啊，要找20个啊，他是讲老爱爸爸因为邱教授他本身没是白恐的受害者给爸爸啊，所以他是讲现在就说愿不愿意接受访谈，那我就说这个我一定要去追究我爸爸这个真相嘛，我愿意
借着邱教授的帮忙嘛哈所以是安心是开始，然后他人讲，你看爸爸又恢复名誉证书，我讲冇给法律他只有愿意赔偿，他说那你应该已经够有提到给戒严时期不当审判基金会信箱，所以佢动念心讲，你佢紧都挨就讲好，还是去申请，申请结果被打回票。为什么？给梁时黑用白银讲做唔得？其实讲，我爸爸已经申请过冤狱赔偿，不能再做神像，做神像。我说我们不是要求金钱的赔偿，我们只是要一张恢复名誉证书而已。可是他就是不给，不给，所以意思讲，你如果不服这个申请事先不是对，他说那你就要去跟行政院去诉愿，说你如果不服我们这个决定的话，你要去跟行政院诉愿。所以我就去行政院诉愿。刚好院长是江宜桦，他写的完全是照着那个基金会抄的。只是名字换了，理由完全重要，冇整改一则事，冇减少一则事，文名也是让他等回绝。你就没讲你不服这个决定的话，你要在2个月内去提起行政诉讼。所以刚还是我本身不懂法律，我没学法律来，我落我一家公司有法律顾问，是强高级，然后俩都是资料那本去看，我then按到啥按到姊妹，然后去探埋结果，去研究个基金会的条例，佢讲可能冇希望，佢讲你等係小虾米对大金鱼，你有高官绝对冇可能打上来了然后美玉老师，那个小虾米对大金鱼有乜个结果好？下一堂节目张国老太高了分享。欢迎转到真相通马嘅节目，今日现场有请到张美玉老师老大家分享加出多多了嘅拍摄恐怖嘅一粒经验吼。听话有提到讲，伢爸爸都80岁嘅时间开始来奔走，按样去请资料、请证据，后不有意愿意赔偿了嘅官司，就讲等于算胜诉了哈。不过下一步要帮伊恢复去家嘅名誉，也个有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你听他提到讲，这是一个小虾米对抗大金鱼，这老太家分享后来都在发生的乜个状况。因为我爸爸200年是过身的嘛，佢嘅2011年染亮都该冤狱赔偿不是90年2001年，我爸爸2008年是过身的，佢恢复名誉是喺2014年我让佢判的，我爸爸已經過身6年了6年兩件事情係因為2013年的時個休教書做一隻案了就是白色恐怖中的客家人我爸爸係其中一個，佢繼續訪談家下是有一個非常阿薩利很義氣的紀錄片的導演，今年新嘅過身的洪維健導演，是長進喺台大社科院嗰啲訪談，訪談因為前置作業我爸爸媽媽過身了過身了，我哋就是幾個姐妹窮下他說需要我哋來一些背景資料所以我哋按到姊妹你躺到就像拼圖啦，你躺到嘛嘅，我躺到嘛嘅安心躺到最多嘅就是讓我媽媽打嘴鼓最多嘅，佢就寫落來嘛就把他背景資料交俾邱教授記得訪談以後邱教授忽然間問我講，你爸爸有亮到恢復名譽證書我講冇冇叫我怪到我係亮我係信強我說迄話提到講，記下拜包括講到行政院那時候江宜桦院長都給你駁回嘛，駁回最後就是要打行政訴訟就在2個月內去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我落我記得研究嘅結果嘅法律顧問公司嘅法律顧問講，我哋打唔讓因所以用個呢邱教授講，就算打唔讓，他說會曠時廢日，會拖請求，結果老百姓告官不但告不贏，有時候會拖很久拖請求我落我記得講，我哋喺度上班顧審犯
我等实在就放弃了啦。我记得全部讲放弃好嘞，因为用爸爸就高兴嘞哈。我想想，邱教授讲总的，你事关重大吼，你爸爸嘅清白好重要。我想想也係吼，我就想好啦，我就來去看啦，所以家下是去簽一個民進黨係不分區嘅立法會議哈，嘅佢填書吼，嘅我當監察佢啦，魏征啊，當什麼，佢講冇問題，我免費讓你打了隻官司，其實告大家律師事務所下邊嘅人，讓我打了隻官司哈，家下是提出兩隻訴求，一隻是我爸爸要恢復名譽，他要辦恢復名譽手術，本來另一隻要求釋憲，因為我相信讓我爸爸窮容情況嘅哈，可能。既然係教授冇受到高等教育，第有扮演來宣強嘅做得加惠其他的人，幫助其他人比照辦理，佢係實現新公嘅法，大家比照辦理。總是每一個家庭自家各自按樣去努力啦，結果最後法庭判決的是恢復名譽嘅部分，係勝訴，實現係佢冇通。用講起來嘅話，想聊聊小可整理一下，就講雖然你家族個人嘅部分恢復名譽了，對，不過規則制度並冇建立在一套全部受害者大家都適用嘅制度啦，判法。兩種判法。咁樣嘅話，美玉老師，你爸爸你個恢復名譽證書兩度嘅時間，幾時你爸爸已經冇出嚟？我爸爸2008年過身啊，我2014等於6年後，我讓佢宣強啊。2013年，邱教授話那個時間吼，佢帶我讓我落去佢嘅戒嚴時期不當基金會吼，去看我爸爸冇宣強賠償嘛，所以冇我爸爸個人的卷宗，但係相關的人數。所以我了解邱教授當然是對，到底我爸爸係牽涉到哪隻案，咪案件冇不一樣做。後來真相係乜嘅？真相係，邱教授係推測就是基隆中學中校董校長案，該隻案呢牽涉了40當殺。大部分都係南部6隊客家人前度，從我爸爸去簽佢嘅頭擺嘅同學，其實係南部客家人，個基隆中學當到南部嘅客家鄉親嘅教授，而劉鳳儀本來咪嘅人，本人從實的刺殺，因為我爸爸係就我講法是係。我爸爸家下啲屏東做副站長，家下兵荒馬亂嘅飛碟，我走嗰時我賣炸彈冇按簡單，佢個只同學來拜託我爸爸留佢賣鈔票，我同學來拜託我賣鈔票，我爸爸冇問嘢問嘢錯，你拜託我知道唔賣啊，內地講，佢咪前陣冇，佢咪本人拜託到啊，其實我爸爸嘅只同學佢也唔是嘅只。走體嚟飛碟。用講起來，等於講你阿看安尼呢，你爸爸做一隻被動的、間接的、樣被波及的一隻角色，等於係個歷史的一個切片啦哈。唯一老師因為節目時間長都冇動啊，就咪需要模擬啦哈。因為我聽阿用唐姨講，事實上你老娘爸爸感情就因為你替印象講幾嘛，你老幾個個過程可能。阿爸咯，唔可以你兩殺之間嘅嗰種感情，醫生冇法度講，像平常聽字眼挺順利。不過事實上也係你我唔肯放棄，最尾讓老人爸爸咧嘅名譽恢復。你再講一下你讓你自己嘅你老人爸爸之間那種心路歷程，那種感情嘅變化嘛？因為我爸爸哈，讓我跟我爸爸都非常疏離哈。那我有同我媽媽講，係講牽埋我爸爸嚇，莫對我按嚴厲按起啦嚇。佢講按到上每次記到你判兩件事情啦，好，所以我到53歲以後哈，是很明顯的感覺到我爸爸對我冇求特別。就說那麼嚴苛、那麼嚴厲的感覺，我自己的主觀的感覺啦。跟你對嘅，你本來聽講嘅，後來呢？後來冇人講啦。但是你講嘅50多年，我都已經那麼老了哈，講業過講50多歲的哈，所以
我爸爸后来癌症哈，癌末带伫个和信医院的安宁病房。我一礼拜啊，我哋按多姊妹轮流日家陪我爸爸，我们没有请给看护啊，是我们几个姐妹，就是24小时陪爸爸轮班啊，哈。跟轮班的时候，如果我跟我爸爸独处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知所措，唔知让我爸爸讲嘛个。哎呀，讲起来了，拍摄恐怖了，经验哦，虽然讲全身而退，可是对人家做影响是一辈子的啊！故说我想去到那个苏海大家小个那个立场吼，你对人家几只台湾社会了追求讲所谓的转型正义，还你讲在各种方面的做法当中，美玉老师你係做用一個親身經歷過嘅人提出一個建議和看法。我咁講哈，一聽落有真相啦哈。對。尤其講嘅不當審判基金會嘅種很多的資料，嘅國防部資料都研究歷史的人想要去查這些檔案，都因為個資法而很多冇法度去查。我感覺咧，這是一個歷史的文獻，而不是個資的問題。哦，所以我一聽本應了解，從跟第哪白有一個說是那個白孔的那些個人的資料卷宗，居然在外面被拍賣，還是什麼？舊書攤裡被發現，對，所以那被他燒毀的被他多少？所以給基金會講他們什麼我記得他關門的時候，2014年的9月8號吹熄燈號，把它轉到給228基金會合併，給學基講記得來就說來申請的是1萬不知道幾千件達成率99.99%。問題係前多年嘅個性呢，佢冇後台就係乜嘅，也不見得嘅仔細曉得去了解，還有很多是。講嘅卷宗全部都不在了啊！這個舊書攤本應嘛要焚毀的、銷毀的嘛嘅，所以事實上我相信民間都相信白孔嘅受害者絕對超過10萬以上，可是以現象賠償的讓藍孔家庭，所以我相信嘅真相清楚了啦。你講你也前到後生，因從我窮下讓我做志工來，好讓我窮年次來38年次來，他居然告訴信上他是高職老師退休啊，還問講真的有228事件嗎？你想看啊？你係民間吼，如果個人告訴原因，對了歷史了現代台灣的現代歷史了60年來歷史是完全的茫然的，是，你也後生人，他怎麼會去讓是安尼來導入，讓為導入出從科批安尼來台大醫學院的這麼優秀的學生，他居然會肯定蔣經國，他不了解蔣經國背後這個對白孔的這種影響。做美玉老師已經比所談嘅好，本來先講到就講，而家記者兄弟姊妹大家想辦法去拼湊出這個真相。其實呢一個真相唔係個人家族要去拼湊，而是歸到台灣社會應該一個制度性的力量來去追求哈。因為你講沒有寬恕，沒有真相，我不知道寬恕誰啊？好像轉型正義還有非常多搭得來追求老努力的所在。今邊非常感謝美玉老師哈，也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還希望今邊哈最民主老太也介紹一本書，大家都可以去看嘅，就是那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圖圖大主教，給一本書都沒有寬恕，沒有未來。去面對過去，前度真相，讓有法度去原諒，有原諒，讓我有一個較健康的未來。非常感謝美玉老師，今邊非常感動，應該分享什麼呢？